喺過去1年咧，香港嘅經濟係繼續穩步復甦。特區政府係推出咗多項嘅政策同埋措施，令到香港咧喺人才引進啦、企業招商啦、城市經濟等各個方面咧，都取得唔少新嘅成果。今年嘅預算案咧，政府進一步圍繞住三中全會嘅決定，喺金融、航運、貿易3大中心裏面咧係做工作。亦都係喺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裏面咧，係投放咗大量嘅資源，利用我哋嘅公共資源同埋市場嘅力量，共同推動香港嘅經濟發展。財爺亦都係提出咗強化版嘅財政整合計劃，去應對千億財赤嘅問題。除咗嚴控公共嘅開支之外，特區政府亦都係加強咗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同埋投資未來。呢幾個方面其實都係回應咗民建聯對預算案就住預算案嘅主題，即係開源節流穩根基、創新求變謀發展嘅期望。主席，喺節流方面咧，其實財爺今次咧係接納咗民建聯唔少嘅建議嘅。當中咧就包括咗我自己一路提出嘅叫停呢個新發展區嘅區域供冷嘅工程。為庫房咧即時係慳咗400億嘅開支。其實從啟德嘅區域供冷系統一開始提出嘅時候咧，我就已經係認為呢個系統咧係有一個好長嘅回本期啦，成本效益亦都唔清楚，而且咧每年嘅維護開支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所以無論從成本效益嘅角度，或者係科技嘅角度去睇，因為我哋日後都有好多新嘅科技嘅發展嘅替代方案。呢一個區域供冷嘅工程咧，其實冇一個急迫性，亦都有好多更加平嘅替代方案。而暫緩同埋叫停呢個工程咧，其實亦都唔會影響到新發展區嘅發展。所以今次財爺願意將呢個區域供冷嘅工程係暫緩嘅話咧，政府根據而家嘅財政狀況，根據科技嘅發展，根據實際嘅需要等等嘅因素，對現行嘅發展策略能夠進行及時嘅調整同埋檢視，呢個係聆聽民意、尊重議會嘅一個表現。呢個亦都係體現咗特區政府能夠同社會各界係共同去探索點樣去開源節流嘅一個積極嘅態度。